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講鬼爺話，我係老司法。上一集我哋去咗高街，今晚我哋去另一條好出名猛鬼嘅街，目的地係灣仔星街，一條得3尺闊嘅後巷，兩邊5層唐樓逼到伸手摸到對面牆。夜晚行過背脊一定係有涼意，腳步聲就好似跟住你，但又好似由地底傳上嚟咁。呢度唔止舊樓，係清末記載加瘟疫坑嘅疊影。冤魂從來冇離開過。響未開始故事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講鬼夜話頻道，俾個 like 支持一下我哋，同埋可以分享俾其他人。你準備好未？我哋開始進入星街嘅時空。灣仔星街響1860年代建成，鴉片戰爭之後變成英國租界邊緣嘅花街，成條街都係鐵閘記債，收留由福建逃亡嘅女仔，好多16、17歲被逼賣身。當時灣仔碼頭日日落幾百人。星街係最後一站，每晚聽到鐵閘開關、喊聲同埋飲醉酒嘅男人聲音。響1902年，灣仔爆發鼠疫，成條星街封咗，變做屍坑，成千具無棺屍體直接就咁埋咗響地底，用石灰壓實，地契到而家仲寫住4個字：不可深挖。去到70年代，唐樓大火燒咗半條街，死10幾人。幸存者話煙霧中見到一位白衣女唱歌求救，火警報告寫不明歌聲持續半個鐘。而家星街夜晚11點好少人，但夜瞓嘅人話聽到樓上高踭鞋卜響，望上去完全冇燈光。第一單真人真事響2008年，阿強呢個文員租星街3樓劏房，月租幾千蚊，租金平淡長薪，成日滲水發毛。搬入去住嘅第一晚，夜晚大約1點半左右，佢寫報告做到眼蒙，突然聽到樓上傳嚟卜高踭鞋聲，由5樓走廊開始，一級級落樓梯，行得好詭異，行到3樓轉角停一停，再落2樓1樓，門口鐵閘叮一聲，好似有人出街。阿強以為鄰居夜返屋企，好奇之下打開門望樓梯，咩嘢都冇，只係得走廊燈光照落去，樓梯盡頭鐵閘鎖實。第二晚特登放部電話錄音，12點幾又響，呢次更清楚，落樓快，上樓慢，每次來回13分鐘。錄音數清楚，39級樓梯卜聲，播返錄音，背景仲有女聲講嘢，似講俾啲水我，熱死我，聲音沙沙帶有回音。第3晚最勁，腳步行到阿強門口停足1分鐘，門外傳輕卜聲，女聲好清晰，開門俾啲水我，喉嚨好乾。阿強驚到開燈衝出門，樓梯中間見到一灘水漬，由3樓滴到1樓，每級都有，好似有人啱啱行過。佢驚到即刻搬走，查返歷史先知星街鼠疫嘅時候，病人燒到求水，死前多數響樓梯拖行求救，腳步聲就係呢啲最後路程嘅回音。第二單響2015年裝修旺季，阿華帶4個師弟響星街唐樓3樓做翻新，業主話快啲做，夜晚會令人好唔舒服。拆天花第2日租，甲板層嗰度跌咗半隻爛高踭鞋同生鏽髮夾，師傅笑住講：哇，舊樓有前朝了啊！夜晚6點半收工，阿華一個人落樓梯清理工具，行到2樓轉角位嗰度，突然見到前面有一個白影着住旗袍，長髮女閃過，背對住佢企定咗，頭髮長到落腰以下，腰間隱約有條紅絲帶。阿華即刻叫邊個？白色長髮女慢慢轉身，面俾頭髮遮咗70%，但係見到半邊雪白嘅面皮，嘴角似有黑色血跡。望佢一眼，個白色長髮女就融入牆壁消失。阿華腳軟跌低咗，撞到油漆桶。2個師弟衝出嚟望下，樓梯中間發現水漬加花粉味，聞落似舊香水。返工第2日拆牆，電鑽停機一刻，成間房全女聲哼，但願人長久，清唱冇伴奏，斷續到毛骨悚然。阿華硬住頭皮去查消防記錄，星街響1972年發生火警，死咗個賣唱妓女，就響呢個樓梯口燒死。火警嘅時候，鄰居聽到佢唱歌求生半個鐘，救護嚟嘅時候指證焦屍。阿華之後成日夢見白色長髮女企響梯間問：火好熱，你見唔見我個妹？最後辭工走人，話星街夾層困住嘅唔止物件，仲有呢啲燒唔晒嘅怨氣。第3單響2024年，小敏呢個 OL 每晚1點坐返灣仔巴士，
行到星街嘅鐵閘翻唐樓，嗰一晚特別靜。行入50米窄巷，突然背後卜卜高增鞋聲。初時聽到遠10幾米，點知越行越近。佢加快腳步跑，啲聲音跟住好快。佢跑少少，聲音又跟住跑少少。轉頭望後面8米左右出現咗一個白衣長髮女，低頭行路，旗袍拖地，動作僵硬到好似一個木偶。小敏心跳快到就爆咁，衝到開鐵閘之後，不停咁按電梯掣。白衣長髮女嘅聲音近到已經去到3米。小敏衝入電梯，電梯閂門前0.5秒，白色長髮女突然抬頭，雪白面皮，眼窩黑洞，嘴角流住黑血，響度講同我返去，夜好正。電梯向上升，小敏靠牆喘氣，以為成功脫離白色長髮女子，但電梯金屬門反射見到白色長髮女企響小敏嘅後面，頭髮長到過頸。小敏落樓打電話俾閨蜜，聲音消失，但監控顯示鐵閘外白影閃過，偏偏冇入樓記錄。小敏嚇到即刻半夜打包搬走，話星街夜晚唔係腳步追你，係有人專追獨行女仔，似當年記者拉客嘅回音。真相多數可以用科學解釋。星街窄巷50米長，聲管效應放大卜卜卜卜聲嘅回響，夜晚冇雜音聽落好似追逐感，而夾層漏風加水管滴落嘅水聲，容易產生幻聽。夜歸壓力加傳聞，腦海中浮現白影，街燈折射加長發倒影，火災氣味，燒焦木材釋放化合物，刺激幻覺。地底瘟疫坑低頻震動，或者真係喚醒記憶，但屬於心理同聲學係咪真係解釋到呢？定係就連我哋都解釋唔到嘅靈異事件呢？星街冤魂定係回音？你有冇遇過灣仔夜巷怪事啊？留言話俾我知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講鬼夜話，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，同埋分享俾其他人。我哋下個星期六再見，繼續發掘香港都市傳說嘅另一面。